好。今天呢，我们顺着大吉的一天，每周二的今天，好多农民都过来这里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新疆耶教巴扎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干大吉的过程。走，太爷。谁给我20个？说他也去转一转。几张买的老板？老板这个多少钱？20块钱嘛。对，现在一个大爷130，把老板给吗？140，140。来，谢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块钱，羊毛对，确定是羊毛，不是羊毛你找我来，我给你退，给你赔。哎，大谢，穿这个吧，这个更合适你。老板，这个要20吗？20块钱，15给不给我拿回去？好，拿去吧，给你。哎，是不是玫瑰了？没事了，已经说好了。这个也可以吧，大爷？可以。大少爷真好。来，老板给。师傅是个狗肉，师傅2个凉面烧面。哇，今天买的这么多，你那天真没剩多少了吧？放心，充足的很。哇，2000多，你哪来的呀？你不知道吗？刚放最近新出了一个2020元不带劲的活动，中了直接打款到账户。你看，但是一个账号只有一个机会，就算抽不中也会有惊喜。真的吗？怎么抽呀？来，你手机给我，评论区链接，然后点这里抽到的话直接到账微信的。哎呀，停在2020了，我这是中了吗？对的，你预计可以，现在先看看。这是新上线的活动概率还是非常高的，商品是买东西不带家用啥子都可以用，花起来也不心疼。哇，到账了这么快？你可以让弟弟也试试，这样毛不好白不好。甚至现在官方福利还在，点我评论区指定链接就能3月，反正不花钱，上周2020元津贴的，赶紧点试试手机吧。来，大家吃。对。他也说不算账，老师我没有钱，别说废话哎。老板，这个咋买的？1个1块。哎呀，你选啥？拿大一点的嘛。好，便宜点。大谢，爷爷朋友来了。喂啊，好，他把这个抬起来给他吧。
爷爷在家里这个给他就行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